今日呢，係朝聖之路嘅 Day 0，迷惘嘅我帶着未知同期待出發去尋找人生嘅意義。路途上我遇到唔同嘅人同事。Hello 我哋今日呢，就搭巴士休息一日。與其放棄，我哋選擇咗休息，為咗行更長遠嘅路。呢段路開始好似越嚟越悶啦，會，但係冇問題，just walking， 我哋行下就捱過咗呢段路嘅，加油 ，Boom Camino！ The problem was not the problem. I gave you extra things. It was his birthday. Hi，Hello， 有人同我講廣東話嘅朋友，呢個辣雞麵嘅幸福，超幸福。Camino 嘅路上，你係時而孤獨，時而與人相聚。雖然未必分享同一種語言，但你都知道路上有人陪你一齊走。我冇後悔咯，好好玩。有好多時咧，好多片段都冇俾大家睇，因為我好 enjoy 同旅程。人生路上，任何關係都有一種合適嘅距離。同一條路，你哋到達嘅方式或者唔一樣，但係條條大路通羅馬。狀態唔好嘅時候，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行，總會行到終點。唔知有冇人覺得有時自己好似大個咗，但係又冇？唔緊要啊，你自己係活過來咗，俾啲掌聲自己先。Camino 我行完啦，人生嘅意義我仲未揾到，但行緊嘅過程我揾到片刻嘅寧靜，片刻嘅幸福。唔知睇完嘅你有冇種衝動想去行下呢？記住，生活充滿未知，希望你可以保持對生活嘅熱情。